煎蛋黐底，炒菜焦黑，你嘅廚房係咪長期上演食物黏鍋悲劇？但係，自從不粘鍋出現，一切煩惱就好似魔法咁消失咗。究竟係咩魔法？就係最4氟乙烯，即係你熟悉嘅 PTFE， 又叫特氟龍。呢個奇蹟，竟然係一個意外發現。1938年，普朗克博士研究雪種，發現鋼瓶入面氣體消失，變成滑溜粉末。呢種就係 PTFE， 超乎想象咁耐熱耐腐蝕超低摩擦。PTFE 分子結構極穩定，碳氟鍵超強，令任何物質都難以附着。表面光滑到好似溜冰場，食物自然唔會黏鍋。最初用喺軍事太空，後來先入廚房。早期有 PFOA 疑慮，但現今產品已普遍無 PFOA， 更加安全。下次輕鬆煮食，記得呢個廚房化學奇蹟。PTFE 改變咗我哋生活，係科學智慧嘅完美體現。